用手术刀划开死者的眼皮，小心翼翼地拿出他的眼球，切记不要弄断他的视觉神经，然后将神经连接在相关的仪器上。如此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恢复死者视觉神经中的电子脉冲信号，从而看到死者遇害时凶手的样子。最近关于女性的命案频繁发生，每位受害者都被人摘走了脑垂体。可若想实验成功，就需要一部电子脉冲记录仪。于是小美向颇有实力的强盛集团借仪器，还好对方很友善，整个过程也很顺利。但小美却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好像对方事先就猜到小美的目的，早就准备好仪器等她上门。既然借到了东风，贝博士果断启动仪器，一道道刺眼的强光照射眼球，紧接着显示器上也产生了反应。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亮瞎你的狗眼吧。伴随着贝博士不断的调试，显示器上终于出现一张朦朦胧胧的景象。小美利用图像在大数据中比对出相似的建筑物，再通过物体投放到人眼的大小和角度，判断出案发地点的大概位置。此时的小美再也按耐不住，立刻和大壮赶往现场。而现在的案发地点却有另一名女性受害者，即将要葬送在凶手的魔爪。但当两人赶到时，恰好阻止了悲剧的发生。结果发现一直追查的食脑狂魔，竟然是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，曾经也是贝博士的最佳搭档。就在小美惊讶之余，外面传来异响，很明显凶手不止一个人。于是大壮留在原地看守，而小美负责出去抓人。可小美前脚刚走，教授就动起了歪心思，突然打开输液开关，受害者马上开始抽搐不止，然后他趁乱逃之夭夭。情急中，大壮给自己的父亲贝博士打去电话，请教救治之法。父亲告诉他，如果身边没有可卡因，那就需要电击抢救。可简陋的仓库内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仪器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大壮利用可用的物品做了一台简易的除颤仪，随后将仪器与患者连接，按照父亲的指示把电压开到200焦耳，但一点效果都没有。随后父亲让他加大电量，之后奇迹发生了。此时的大壮比中500万还高兴。与此同时，被小美追击的另一名凶手出现了异常，开始迅速的衰老。很快，小美就在一处废旧工厂里抓到了跑不动的凶手，而他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出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原来客座教授名义上是他的父亲，但实际上他是教授实验中培育出的残次品，只有人的脑垂体才可以延缓他的衰老。当年贝博士和他的父亲之所以会做这样的实验，其实也是被幕后之人胁迫所致。说完这些男人彻底衰老之死，深夜里在大壮熟睡时，贝博士轻声念着一串数字，难道这是防止衰老的咒语吗？